离明年的选举剩最后的23天，总统候选人第一场的电视政见发表会，昨暝伫咱华视来举办。韩国瑜伫第一轮的发言，就锁定主战场，爱蔡总统讲中华民国万岁，也即是台独万岁。这蔡总统接受访问的时阵来回击，讲韩国瑜不如到中国再来画，安尼更加有意义。伫这香港反送中的情势之下，国家的主权将做政见会焦点，嘛互这场的政见会变甲袂输是辩论会同款。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希望你勇敢地喊出来，否则，请你喊出台湾独立。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登场，韩国瑜伫头一轮发言，爱对手蔡英文甲国家定位讲清楚。今年初，中国政府提出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全台湾的人都在议论纷纷之余，韩市长却到香港去访问，进入了中联办，强化了“一国两制”的氛围。这一次不分区的提名，更让人民感到不安。这就是台湾年轻人为什么有亡国感的原因。香港反送中国际情势，政见会主战场锁定国家主权。在我这一任，我将拨乱反正，未来这4年，独立和统一都不可能。那你嘛针对各项议题激战。这段期间以来，高雄市政府一直在讨论一件事，就是闺蜜变主蜜的事情。我跟你谈的是一个大海的问题，你跟我谈的是个浴缸的问题。我一定立刻成立特侦组，马上展开调查。为什么要8800亿？我们前瞻计划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要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可是韩国瑜市长连自己的豪宅的事情都回避。你跟我谈太平岛开石油，我的房子的事情。我希望第2轮的时候你继续问我们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来的？宋楚瑜强调，伫台湾每一个人拢有参政的权利。今天有更深的一个感受，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台湾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电视上发表不同的意见。宋楚瑜嘛向哪里发声，希望选举和平理性，能让台湾的民主感觉见效。